在社會各界企業甲熱情民眾的響應，南台南家扶中心的特別會現場結合了真濟愛心的商品，有飯店的餐券、日常食品、生活用品、甲日文具等多元的品項，攏是以公益優惠的價格提供民眾來選買。吸引未少的民眾前來以實際行動支持公益的義賣組合。這個助學希望工程，在我們整個家扶中心來講，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們幫助每一位需要協助幫忙的弱勢兒童，讓他們能夠達到追求他們品德教育的一個目標。那最難能可貴的，不只是幫他們協助他們完成了教育的目標，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成就給他們的，不只是完成了教育的目標，也在他們心中種下了一個善良、感恩的小小幼苗。南台南家扶中心婦幼委員會主委楊正達表示，除了感謝所有捐贈物資的企業，甲熱善心的民眾，同時嘛感謝台南郵局長期提供4大支局公布來舉行組合的特別會。在開學之前，為了讓我們的小朋友就可以安心上學，然後減輕一些家庭的經濟負擔，所以我們很高興，今年也很高興再次跟南台南家扶中心來共同來協作，來辦理這次的義賣活動。那我們郵局除了今年是提供了4個場地，4個營業場所，然後也提供了一些物資。我們只是希望說，我們這份小小的心力可以結合大家的一個善念。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積小愛成大愛。無詳細帶組合特別會現場，除了邀請家扶中心設置愛心的義賣單位，義賣所得將協助經濟弱勢的學生順利來就學。另外，郵局還閣設置了反貪、反詐騙的宣導，透過有獎徵答、家己案例分享，教導民眾防止被詐騙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